好，爱上退票，请问爱两顺盘哦。好，请甲阮甲查票摕本爱，爱就甲阮处理。也是爱真切物件查票，拜托。安尼就退票的。好，走几天爱扣票一出啊手续费，了是存个钱。大饭哦。看你亲近强，你下按定先来认识一下几个重要的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得见吗？退票、退票、退票，处理、处理、处理，扣票、扣票、扣除，手续费、手续费、手续费，金钱、金钱。之前，接下來，我哋要學到接送用到嘅期限，請甲恁嘅查票摕本愛，請甲恁嘅查票摕本愛，請把您的車票拿給我。請甲，請甲，請把，唔該，唔該，您的。查票、查票、車票、摕本、摕本，拿給愛、愛我，請甲恁嘅查票摕本愛，請甲恁嘅查票摕本愛，請把您的車票拿給我，我來甲恁處理。我來甲恁處理，我來幫您處理。我來甲恁幫您處理。我來甲恁處理，我來甲恁處理，我來幫您處理。我來幫您處理，扣票一出啦手續費，你係存個錢。扣票一出啦手續費，你係存個錢。扣除了一點手續費，這是剩下的錢。扣票，扣除。一出啦，一點。手續費。手續費，手續費，了係，這是存蓋，剩下的錢，扣票一出啦手續費，了係存個錢，扣票一出啦手續費，了係存個錢。扣除了一點手續費，這是剩下的錢。好，以上係呢個單元所有嘅對話練習，記得咯，要多聽多練習喎。